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一夜醒来，房地产行业出大事了。从昨天到今天，有一个消息在网上流传，但是不一定是真的，只是传言。近日有消息称，万科创始人王石疑似被限制出境。此前，他受邀参加巴西气候变化大会，却坦言出境需某某某批准，语气中透露出不确定性。这个消息在网上流传，但是说实话，我对这个一点都不吃惊，因为在我的节目里面，我多次提到过，春节期间、过年前一个工作日，是不是深圳地铁入驻万科？我在那个节目里面就说了，万科目前搞成这样，给国有资产造成这么大损失，这个肯定是要追责的。大家应该有印象。在后来的节目我也说了，这个万科它跟那个恒大、碧桂园不一样，那人家私人企业自己负责任，该坐牢、该保交楼、该赔钱、该破产。万科不一样，万科的大股东是深圳地铁，背后是深圳国资委，对吧？深圳地铁在万科上面赔了多少钱，造成多大损失，这个不可能不管。那这个是不是跟万科创始人有关系？这不好说，恐怕也没关系，但是查肯定是要查的。所以说前一阵子万科创始人王石他在朋友圈里发出，他正在跟万科的管理层在积极联系，他要帮助万科渡过难关，他要竭尽自己的所能，就这意思。大家还记得吧？就那个节目里面我说了，王石发朋友圈，他不是真的是说要去帮万科渡过难关，万科渡过难关就是缺钱，大量的钱，实际上是王石在向社会、向有关部门喊话，更像是我辩解。我那个节目说得很清楚，就让人感觉他受到了某方面压力，他现在很紧张。你再结合这一传言，疑似已经被限制出境了，那是不是他在被调查？他在朋友圈喊这样的话，本身就很突兀。一个退休已经7、8年的人，突然还说要帮万科渡过难关。如果说这个还不能说明问题，实际上有很多蛛丝马迹。我看有媒体报道说，万科今天召开董事会，决定修改公司章程，并提交6月27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改动之处相当多，最主要的是，第一个是加强党的领导，第二个深铁官宣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地位，也就是万科把这个地位明确，控股股东就是深铁，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就是深圳地铁，那也就是他现在已经是深圳的国资控股的，它就是国有企业。最关键的是审计以及追责，修改公司章程。根据万科 A 的公告修订后，你看第164条，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公司将承担赔偿责任。高级管理人员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高级管理人员因未能忠实履行职务或者违背诚信义务，给公司和社会公众股东利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这不就是追责吗？后面审计条款第185条，公司内部审计机构对公司业务活动、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财务信息等事项进行监督检查。关于审计条款有6、7条，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简而言之，就是加强审计，加强追责。应该是前几天万科公告换了会计师事务所，有换成那个叫什么德勤是吧？我在那个节目说了，大家如果看过我节目的应该知道，我当时就说了，万科要倒查30年，要开始审计，换审计机构实际上就是要查以前的账，财务要大洗澡，很多东西恐怕就要被揭开。这个社会上对万科的举报非常多，你比如说烟台很多开发商以前都是万科的合作伙伴，疯狂的举报，拿着材料，这些事情不可能不给个交代。所以你结合这个种种情况来看，你再加上王石发朋友圈，你们就知道我分析的我看到的东西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接触到信息是一样，都是万科的公告。你再结合2年前这网上传言万科的当时的那个董事长要死要活的，也是传言，说明压力有多大。当然了，这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个咱们不能乱说，我们只能说他现在压力非常大，因为这么大的损失总得有人负责，你总得经得起检查。如果当初是姚老板接了万科，那跟人家国资没有关系，损失是姚老板，姚老板募集的资金损失，对吧？那由投资人承担。你现在造成的损失是大头承担。万科为什么就不能卖给姚老板？我们再看6月6号晚上，万科发布公
公告称，第一大股东深铁集团拟向公司提供借款，金额不超过30亿元，用于偿还公司在公开市场发行的债券本金与利息，以及深铁集团同意在指定借款利息。这是今年深铁集团第5次向万科提供股东借款。今年2月和4月，深铁集团分别向万科提供28亿元、42亿元以及33亿元股东借款。5月中旬又提供了15亿元借款，算上当前的30亿，深铁集团向万科提供的借款总额已达到148亿，也就是深铁在继续向万科输血。万科现在就是缺钱，他没有暴雷，就是靠大股东不停的借钱。问题是这么输血什么时候是个头？输血不等于造血，输血你可以维持它不倒下，但是只要他房子卖不掉，只要他不能自身造血，只要他还在亏损，那深圳地铁这么疯狂的输血到底是图什么？这个就好比地保老人加仓，不停的往里加仓，加仓的目的恐怕是想把以前的损失救回来。但是我觉得万科即便不暴雷，它的市值想回到过去，这个简直是做梦。因为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目前不具备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楼市房地产稳住了，万科它不暴雷，它也稳住了，它还能回到过去吗？股权投资这块损失，这是很难再弥补回来。至于债权，就是深圳地铁不停的借钱给万科，这个钱假以时日慢慢还，还不起本金还利息，反正不算坏账，永远记着，这倒是有可能。但是你股权投资这一块，你也想让那个万科再回到10几块，理由是什么？地保老人加仓风险特别高，越加仓到时候损失越大。为了救万科，很有可能把深地铁给带到水里去了，万科没救起来，把自己还陷进去，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小马拉大车啊！所以说种种迹象表明，这房地产风暴啊，对吧？正在向风暴中心逼近。恒大暴雷，碧桂园暴雷，那只是前奏啊。为什么说向风暴中心在逼近呢？前不久6月2号，西子电梯总裁刘文超跳楼身亡。我想这个大家恐怕都看过这个新闻了。这个西子电梯在国内那个电梯里面也还算可以，这个不用说跟房地产有关系。根据警方的说法，排除刑事案件，也就是排除他杀。那也就是说，这刘文超自己跳楼，年仅54岁。就在3天前，5月30号，刘文超还精神抖擞出现在西子电梯第9届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并发表重要致辞。这个照片里面身着整洁的西装，目光坚定，侃侃而谈安全对企业的重要性，举手投足之间呢，尽显企业家的风采如担当。谁也想不到3年以后，他就撒手人寰，就从楼上跳下去。作为西子电梯的总裁，1年365天，有100天在外奔波出差，还有100天就直接住在公司里面，也就是拼命三郎，如此拼命奋斗。儿子才上小学啊，本人才54岁，他为什么要抛下他的孤儿寡母，选择一走了之呢？他这么努力，这么奋斗，这么打拼，为什么选择这么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说明他承担着难以言说的压力。当然了，我因为媒体报道也不太清楚，没有更多的资料，我们只能乱分析。首先，不排除是有抑郁症，我是说不排除有抑郁症的人，有的时候表现很正常。排除了抑郁症，就是排除他自身有病，那么他如果选择跳楼，那一定是压力巨大。我倒是相信他实际上是公司经营压力太大，自己觉得过不去，选择心灰意冷，选择一走了之，告别这个世界。其实企业经营的压力有很多人理解不了，没当过老板不知道。很多人看到老板都是表面风光，都是带着光环企业家，他这个公司一旦上市，那有多少亿的资产，实际上他的压力大到常人难以想象，对吧？凌晨3点，烟灰缸里堆满烟头，电脑屏幕印着一张疲惫的脸，这就是无数中小老板的人。表面上看，这些老板开着豪车，出入高端场所，参加应酬，可谁知道他们可能连下个月工资都凑不起来。也就是他公司实际上已经在暴雷的前夜。大家还记得我说的吧？今年是应收账款暴雷之年。我说的理由比较简单，我不是什么从多少数据来说这个事情，我只是掐指一算。为什么说今年是应收账款暴雷之年？很简单，恒大暴雷已经将近4年了，很多企业真的是扛不下去了。恒大2万亿的外债到底是谁的？总之是欠别人的，你欠我，我欠你。以这个西子电梯为例，它的经营业绩账面看肯定是不差的，作为国内知名的电梯的供应商，那利润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打开它的报表，恐怕它更多的都是应收账款，都是那些暴雷的房企欠他的钱。但是他欠银行的钱1毛钱都少不了，他
每个月给员工发工资，各种工商税务都不能欠。如果房地产发展还顺利，它的电梯还能卖出，那么它钱还能回来，还能维持运转。但现在你看看房地产什么情况？是保交楼，你把电梯就是装进去，你恐怕也一时拿不到钱，或者拿一部分。新开工的项目基本上没有，大家就明白了，那电梯很难再卖出，即便卖出去也回不来，这样就越渴越迟延。在现金流压力之下，他要给员工发工资，他要运转，那怎么办？银行的钱到期你就要还，不还你就不良，不还人银行就要处理。所以这企业啊，我都知道，这企业他被逼他就借高利贷，民间借贷，因为他从银行已经贷不到钱了，从私募谁还给他钱？私募都募不到钱，因为现在大家都把钱往银行存，你私募发出来的产品谁理？没人理，私募的产品也发不掉。也就是说，这用钱的企业想借钱，银行借是借不到的，找私募自己的募集不到资金，你找信托也只能是民间借贷，就是高利贷。高利贷大家也知道，一旦借了，那你压力是非常大的。那高利贷恨不得24小时把你盯着，不能让你跑了。所以说，一旦这个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它不是不赚钱，它账面一看还挺赚钱，但是它电梯出去了，钱回不来，就这么把它拖垮。最后你看，他这个有钱人，但是都是应收账款。你说他拿那些暴雷房企有什么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人家银行拿他有办法，那些放高利贷的拿他也有办法，找他要钱。这是我推测的，企业经营压力特别大，他也不想暴雷，死扛到最后扛不下去，选择一走了之啊，这是可能性非常大。也就是现在的很多企业家，你看着这是表面风光，有多少企业像西子电梯这样，对吧？有时恒大、碧桂园这融创暴雷，有时房地产低迷，实际上已经很多企业已经破产清算了，破产重整。房地产上下游企业人已经破产重整，扛不下去。这个西子电梯它又不是上市公司，对吧？最近关于金融行业的传言也比较多，网上都有很多小道消息。一个叫信尔托的媒体他就爆料，他说某信托开展追责行动。近日，某头部信托公司被曝正在对在职及离职员工展开大规模绩效追缴行动，涉及房地产、征信、股权投资等多个领域，超100亿资金规模项目。尽管部分项目已如期兑付，但公司仍启动问责程序，引发市场对项目正常兑付背后合规性的质疑。据悉，该公司早年房地产信托集中到期时，曾选择特色化兑付路径，并自此形成以池养池的规模，也就是以资金池养资金池。这种搞法，那不就跟那个中植集团一样吗？暴雷是迟早的，说全员承压维护资金池运作，也资金池不能爆，现在都这么玩。此次追责范围不仅涵盖问题项目，更将以兑付项目纳入其中，或暴露其风控及合规管理存在的深层漏洞。说业内人士指出，头部机构此类动作预示行业整顿趋严，非标资金池风险或加速出清。这是信托，大家都知道信托资金很多都是到房地产，更有银行内部人士在网上吐槽说，现在银行啊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是每个银行按揭、抵押、税、信用贷等逾期断供非常高。第二个就是银行工作人员现在只拿基本工资，没有奖金，一个月不到1000，上个月拿到1700都很开心。银行的岗位在减少，这个当然不是指所有银行啊，肯定指某些银行基层部门。第三个说，只要客户有还款意愿，电话能接，保证正常沟通，银行愿意协助展期、减免利息等，因为银行不想宣布这是坏账。这就是我每天说这个胡适，这银行居然还这么涨，银行利润还这么好，这个谁信呢？纸包不住火啊，这在积累更大的风险。说银行今年最主要的工作不是放贷，而是追讨，就是追债。第五个说，开发商资金非常紧张，就是房地产开发商缺钱，其中一个优质开发商欠的开发贷还不上，申请展期，欠工程款没结，施工方下面的农民工找到银行要说法，银行的工作人员纷纷外出躲避。什么意思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房地产开发商不有这个叫什么资金冻结在这个专项账户里面，这个开发商啊没钱给承建商，承建商没钱发工资，那农民工要钱，那承建商肯定说那钱都在银行或者在开发商那儿，找开发商，开发商我们钱在银行不让我动，那这农民工他不管了，他跑到银行去要钱，银行只好躲。为什么？因为银行专项资金就监管资金，那人家每一笔付出去都是有，比如达到标准，人家是有条件的，要监管。说资产公司也不愿意收房子，因为房价掉太快，折扣太大，银行也不愿意给。法院太忙，每月限单，银行只能把联系不上或说房子你们随便处理的客户优先提交上去。就是银行想去把房子拍卖，你到法院那儿还得排队。这个当然恐怕是部分银行是目前这个现状，大家就知道这个现在困难到什么程度。所以说这个西子电梯总裁这个跳楼，
王石发朋友圈，大家恐怕就能理解了。科尔瑞地产研究发布一个报告，关于法拍房的，我看有人截屏在网上发。根据这个科尔瑞的报告，这个法拍房也卖不动了，挂牌量说供应规模创年内新高，4月新增挂拍3万套，重庆连续5个月第一，上海百洋百年洋房起拍价47万每平米，这是挂拍量。那交易量呢？缩量降温，成交1244套，环比下降61%，创2024年以来月度新低。66%的房源溢价成交，环比下降12个百分点。成交率，全国平均成交率跌至16%，1、2线中仅宁波、苏州超过20%。折价率，挂拍折价率与成交折价率双双下行，供求价格认知亦在趋同。后市展望，他说2024年4月，法拍房市场在供应急增与成交锐减中进一步分化，供应端规模创年内新高，新增挂拍达到3万套，环比激增53%，但成交端环比骤降61%至1244，全国平均成交率跌至16%，1、2线城市中仅宁波、苏州勉强维持在20%以上，也就是法拍房呈现一个什么挂牌量暴涨，就是越来越多的房子被法拍，但是成交是暴降，就没人买。你说这个也说明房地产市场到什么地步了？这是科尔瑞的研究报告啊。网易新闻报道说，骨灰盒正被时代抛弃，八宝山3.7万个墓地到期无人续租，就连这个殡葬行业泡沫都破了。近日有网友发文说，骨灰盒正在被时代抛弃，曾经是稀缺资源，排队等位托关系找门路才能买到，现在却无人续租，这是怎么回事？八宝山3.7万个墓地到期不续租了，你把骨灰盒撒了吧，人家不管了，这个就已经说明问题了。最后我们再看一个法律纠纷，什么法律纠纷？这是人民网一个报道，他说有人在自家厨房楼上呢被改卫生间，住户起诉。也就是说你要买了个房子，你们家厨房上面那一户人家把那厨房那个位置他改成卫生间了，这个行不行？两个人为此发生纠纷，告到法院去了，法院怎么判？大家看视频。自己厨房的楼上竟被邻居改建成了卫生间，卫生间的水还可能流到了自家厨房。面对这种情况，我该如何维权呢？说案例讲法律，本期说法关注小区业主相邻权。张某、高某啊，是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区某栋202室的住户。一天，他们忽然发现自家厨房的天花板在漏水，厨房做饭的地方在漏水，还有一个这个中间那个灯也漏水，漏挺厉害的，就是这流水流的哗啦哗啦的。是不是楼上的水管出了问题呢？于是张某、高某敲开了楼上302室的门，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本上下楼房屋结构应该是一样的，可302室原本该是厨房的地方，却被改造成了厕所。也就是说，自家202室厨房楼上正好就是302室的厕所。厨房楼上既是厕所，厕所的水还可能流到了自家厨房。这事儿啊，光是想想就觉得接受不了。于是张某、高某就与302室的业主协商，要求他们将房屋改回原状，但302的业主却拒绝了。302的业主提出，该房屋所在小区属于老旧小区，房屋布局原本就十分不合理，而自己在购买此房时，原房主已经将房屋改造为了现状，自己居住使用后并没有对房屋进行改装。此外啊，302室房屋的卫生间并没有正对楼下的厨房，上下重合面积比较小，卫生间的下水管道也并不与厨房的下水管道互通。你想想，这个厨房上面是个厕所，我在底下吃饭，你上面是，这个脑子自然就挺恶心的。沟通没有结果啊，张某、高某就将302室的业主诉至法院。民法典第8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而第288条则直接规定了不动产权利人的相邻权，即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所以本案的争议焦点即为302室的业主改变房屋结构，使其卫生间位于下层住户厨房之上的行为，是否侵犯他人相邻权，是否应当予以恢复原状。法院经审理认为啊，房屋改造虽然属于业主的自由，但是需要在规范允许的范围内行使。双方作为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避免做出违反法律、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鉴于卫生间和厨房各自有特殊的功能，上层住户的改造
并不符合一般人的生活习惯，也会让楼下业主产生不舒适的感觉。此外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住宅设计规范相关规定，卫生间不应直接布置在下层住户的卧室、起居室、厨房和餐厅的上层。综合以上，这样的改造行为既违反相关的强制性条文，也侵害了他人的相邻权，有悖于公序良俗。另外302室的业主主张其并非实际改造人，但作为涉案房屋的现所有权人，理应依据相邻关系的相关法律规定担责。而在这之后呢，他可以另行向实际改造人等其他责任主体追责。据此，法院判决302房屋的业主将卫生间、厨房的结构恢复原状。这个反映出业主有装修的自由，但是需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特别是像厨房、卫生间这种特殊功能的部分，在装修的时候呢，要特别予以注视。当下在装修的时候对房子进行改造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但在改造的过程中也常常出现因涉及私自改动房屋结构损害其他业主权益的情况而产生纠纷。有的呢像本案中产生邻里矛盾，有的呢甚至因为违规改建导致楼宇产生安全问题。此前黑龙江一个租户就擅自拆除承重墙，导致楼体开裂，一栋30层的住宅楼变为危楼，相关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大家对房屋的改造一定要既符合法律法规，又兼顾邻里和谐。我们也呼吁这个建设和谐社会，大家如果能够遵守相关的规定进行装修，那么也会为我们的和谐贡献一份力量。在此法官提示大家进行房屋改造时需要注意几个关键问题。首先，进行房屋改造前应确保所有改造活动都符合法律法规，包括建筑、规划、环保和消防等相关法律规定。其次改造设计方案应确保结构安全，对承重墙、梁柱等关键结构部件不得擅自改动或拆除，对厨房、卫生间等有特殊功能的区域不要随意调换。另外，考虑到改造可能对邻里造成的影响，应提前与邻居沟通，并应采取措施减少施工过程中的干扰。在购买二手房的时候，可能提醒大家关注一下房屋是否有进行过结构性的变动。如果发现有这种情况，但是最终决定还是要买这个房子，那可能建议大家是不是在合同里面对于这种改动进行一个明确，以便后续呢分清责任。此外，还想提醒大家，远亲毕竟不如近邻，平时处理涉及邻里关系、邻居利益的事，多提前商量，多换位思考，多理解包容。很多矛盾纠纷大可以提前避免。拥有和谐友善的邻里关系，每个人都是建设者和受益者。一个充满人情味和凝聚力的楼宇社区，会让每个居民的生活都变相邻权。理论上你买的房子你有使用权，你可以改，但是你改也得有范围，也得考虑到我们再说远一点，刚才说的骨灰盒，有人买了房子之后把那房子改造成一个灵堂，就放骨灰盒，行不行？理论上说你自己买的房你有权处置，你想放什么都行，但实际上不行。房屋装修也不能那么任性，你还得考虑到相邻权，考虑到邻居的权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